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节甲17节。以弗所书第5章15节甲17节。白话字圣经第22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银幕。所以着紧紧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机会。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，所以毋通戆戆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以上，请本堂柯先凯牧师来讲道。伊讲道的题目是“管家的生活2”。最时间的管家，最时间的管家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。这是恳求信心，引带阮每一个人进入到你的恩典的内面，互伊当明白你的旨意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设教49周年的纪念主日。咱来回想伫过去这49年来，上帝安怎引带咱，互咱经过这49年的时间。伫过去的日子内面，咱有侪信仰的前辈，因伫教会内面努力做真好的工，至到咱今仔日会当坐伫这个所在。有遮尔舒适的环境，会当来敬拜上帝。我想这是值得咱来孝念甲感恩的。特别咱来将这个感谢献予上帝，因为上帝旨意，互咱教会会当设立伫这个所在，互正兄弟姊妹会当来到这来敬拜阿拉上帝。那呢，咱来想，伫过去这段时间。咱莫讲49年的教会时间，讲咱个人，你过去的时间内面，你敢有好好来管理你家己的上帝所赏赐，互你一切的物件？当然，伫顶礼拜，咱讲过伫金钱顶面的管理，咱嘛了解金钱的赏赐是对上帝遐来。今仔日咱要讲的是时间。伫时间的管理内面，咱敢有将上帝互咱即个真好的宝贵即个时间，好好来运用管理来回应上帝呢？那呢来看，伫时间的管理内面，咱所做敢有下着上帝旨意甲教示？特别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敢有设定一个时间，讲我要伫什么时间？来为我的亲人、朋友来代祷。咱敢有另外搁设一个时间，讲咱要是什么时阵，甲因分享上帝的听。咱要有什么时间，要来带因入来到上帝迄个应允奇妙的恩典内面。要伫什么时间，会当互因知影耶稣基督救赎的即个恩典呢？也是咱有设定好。伫什么时间要带咱的亲人、朋友入来教会，参与着教会团契、教会的生活？讲起来，拢有足多时间咱来去想的。但是伫上帝教示内面，到底什么是较重要的？是咱日常生活中咱咧做遮的代志吗？那呢，咱就应该爱知影，而且爱来学习。做一个好的时间的管家。伫今仔日这段经文，特别是以弗所书，伊是咧讲教会建造的一个主题的一封批信。伫这内面，伊咧甲咱讲，咱每一个属伫上帝囝儿的子民，咱自己做伙，就爱去讲咱信仰伫生活内面爱来落实的遮个代志。那呢来看。保罗伊伫即个内面说明了，咱每一位信徒拢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咱嘛领受着上帝的信心，所以咱来明白了解，
真正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旨意。所以，当咱相信了后，咱明白了后，咱的人生、咱的生命已经改旧换新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那呢，咱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，伫以弗所书内面，保罗要甲咱提醒的是，咱毋通阁为咱过去遐的生活共款的过。咱的过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人应该过的一个生活。那呢，咱就要用信息来讲信息的话，啊讲造就人会好好的话，咱照着上帝互咱的听来行好的代志。所以，安尼来看，咱每一个人都要有智慧来听受上帝赏赐互咱遮所有一切。伫今仔日经文讲，着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着真像有知识的人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所以这是咱今仔日所要来学习的。那呢，要安怎亲像有一个智慧的人，伫今仔日经文内面，咱个详细甲读一解，内面甲咱讲有3项爱，2项唔通去做的。第一项爱是着斟酌看恁所行的是怎样，华语讲谨慎行事。第二项爱是着亲像有知识的人，爱保守机会。这个机会伫华语内面讲要爱惜光阴。第三项着爱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伫华语讲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咧甲咱提醒的是，咱爱做一个斟酌看恁所行是安怎的人，着爱亲像捌有知识的人，着保守机会的人，着爱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的人。那呢，2项袂当做的，就是毋通亲像无知识的人。华语讲不要像愚昧人。第二个毋通的是。唔通戆，就不要做糊涂的人。那呢，咱要抓咱过去咱信仰内面，伫圣经内面有一位人物，咱会当正为这几项，咱来用伊来学习。这个人是摩西。摩西伫互上帝呼召，一直到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其实咱会当对这几点来看伊的一生。摩西是智慧人的典范。当伊看到纸片和火烧倒起来了后，所以伊无真匆忙，就撞去头前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伊烦恼真斟酌、真谨慎咧看，到底这个异象是要甲我讲什么？所以当上帝呼召伊去见法老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。伊无讲好，我紧去。伊颠倒是安静落来，伊来认真的来问上帝，讲我要安怎这百姓讲，到底是什么人要带阮出去？伊来请教我要安怎来百姓讲你的名。当耶和华上帝行新掠，互伊的管仔变做蛇顶遮的新掠的时阵。伊阁确实是阁一解，想讲家己的无够，所以伊真急着想了后，伊甲上帝讲，会当阁找伊比伊较阁适合的人来带因出去。这是咱对摩西顶面伊的身躯顶，看到伊真斟酌咧看伊所行的代志。摩西游玩真保守迄个机会，伊爱惜光阴，伊深深了解。迄个时间亲像流水共款，袂阁转来，嘛亲像咱困一暝了后，时间就过去，亲像草挂落来了后，真紧就孤单一样。所以，伊伫咱诗篇90篇，咱拄要开始咧敬拜的时阵，咱游玩嘛有唱一条歌，讲求你教示阮安怎所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会当互我得到智慧。摩西知影家己的不足，伊知影爱来找求上帝，
所以伊要追求上帝的时阵，伊来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迄是因为伊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。当伊互上帝呼召，上西奈山40年日久，在即个过程中间，咱对经文看见，上帝伫迄个时间对伊讲10条诫，以及所有的律例法条。伫即个时间，上帝甲伊面对面，了后，嘛有侪时间，上帝降临伫会幕的时阵，伊甲摩西犹原是面对面伫讲话。伫民数记12章第7节到第8节内面安尼讲，上帝伊家己讲，我的奴仆摩西，伊毋是安尼的，伊是伫我全家尽中的。我要甲伊面对面讲话，我要讲的是真清楚甲讲，无甲伊讲谜语，因为伊要看到我的形象。所以伫上帝甲摩西中间，摩西真清楚了解明白上帝旨意。那安尼来看，上帝拣选咱每一个人，诚做伊的囝儿，就是咱袂当阁继续亲像过去的日子，做一个无知识的人，也是一个戆戆的人。咱学习摩西，诚做一个有知识的人。无知识的人，代表伊无明白了解这所有一切事物；戆戆的人，代表伊无关心到伊身躯边遮的事物。那呢，上帝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，透过摩西，是要咱一概明白了解，咱存在伫这个世界，咱就要去关心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咱会对咱的环境内面甲人有结连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咱爱惜光阴，咱就爱求主来教示咱，所以咱每当学摩西共款，求主教示咱安怎算数咱每一个人的日子，互咱会当得到对上帝来遐来智慧。因此，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明白上帝啊，咱拢活出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咱伫每一项顶面、事顶面，咱来保守这个机会。做一个时间的好的关键。那安尼来看，保罗伫讲，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，这个邪恶，伊讲的是人拢顾家己，贪恋金财，自夸、骄傲、放毒、诽谤父母、背恩等等这的代志，其实上尾迄句讲。有敬虔的外表，却无敬虔真实的内面。那呢，咱伫这个世界顶面，有可能咱每一个人，咱都会犯着顶面遮的错误，但是无要紧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伊爱咱转来到伊的面前，搁一摆来认罪悔改。所以咱要安怎来认罪悔改？是因为咱袂当互这个世代的遮的代志来影响到咱。所以，咱就要疼惜、保守咱所有会当把握的时间，伫这内面，咱运用这个时间，活出圣经的教示、品行、甲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甲吞忍这个上帝赏赐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的物件。所以，伫安尼时阵，咱会当更来分享，互人更较明白了解。咱是上帝囝儿，咱要强少的是每一个人会当来明白耶稣，会当得到救赎。那呢，咱要做好时间的管家，咱要安怎来做呢？第一，咱确实知影时间的主权是属于上帝，所以时间的主权属于上帝的时阵，咱会当主讲，主若愿意，阮每一个人就会当活伫。所以，阮就当做这项事，嘛会当做迄项事。只有伫一间的观念内面，咱才有法度有效的管理上帝赏赐予咱每一天24点钟的这个时间。有一个人，伊甲上帝讲话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，
伫你千年真做看做一日对毋？上帝讲对，1000年伫我来讲是一工尔。伊佫讲，上帝，我问你，那呢？伫你的财富千万的财富，伫你来看，是毋是敢1箍银尔？上帝讲是，所有的我看敢若1箍尔。这个人就甲上帝讲，那呢？请上帝你互我1箍。上帝就甲应讲，好啊，安尼你等我1工。所以咱爱知影的是，这虽然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所有的掌权的主权伫上帝，伫咱人所看的，甲上帝所看的是无共款的。那呢，咱就爱来学习做有效的时间的管理。上帝想说，咱有这个管理的权柄，所以咱爱真忠心、更远见来做一个好的管家。管理伊所想述予咱的时间，所以因此，咱就爱为着一个较长的时间的工作，也是咱个人成长来做计划。伫咱教会，咱拢是用1年来做一个计划。所以，咱最近不断地恳求上帝赏赐智慧，互咱的同工会当明白了解主的旨意，然后为着明年度。规年度的时间来做计划，所以咱每一届咱若合会手册展开上尾一页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咱教会规年度的时间，咱拢安排好啊。因为咱做规年度的计划的时阵，所以咱伫每一个月、每一礼拜、每一天，咱就会当照着咱所计划，不断的咧进行咱的时间，咱就做真好的管理。耶稣伫3年传道的生涯内面，伊常常咧讲，我的时间也未到。伊知影伊有3年的时间表伫咧迄个所在，所以当伊上尾伫搬过节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互人掠受定伫十字架，为咱人真做搬过节的羔羊，为咱的罪洗清。流出宝血，洗清咱的一切罪过。所以咱会当看到耶稣的时间的管理，伊知影要安怎来行，这是互咱会当来学习的。所以咱知影要安怎来行了后，咱就爱真明确了解咱要安怎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真细致的来管理。比如讲，咱一礼拜的管理内面，咱会当定出咱一礼拜。咱应该要做，也是咱要做的这所有的代志，有约会，有聚会，有灵修，有甲厝里人相做伙的时间，要运动，要读册，等等这。咱列出来了后，咱就来排列伊的优先顺序。那呢，咱就让照着这个优先顺序来过咱的生活。但是排了后，我邀请大家伫未来的这礼拜。你摆看卖，你一定会发现有一寡空闲时间，有一寡时间是讲零碎时间会出现。过去我伫读神学院的时阵，定定看到教授开的遐个册单，我就头壳足痛。伊迄册拢几60本，有的是英文，有的是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所以我就踮遐有时毋知要安怎来读。所以真痛苦，但是感谢上帝，迄阵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嘛咧读神学院，伊就甲我讲，你爱用零碎的时间。迄时阵还阁听无，但是知影讲，原来有一寡时间是零碎，就是咱无一定爱做代志，也是代志甲代志中间，拢有一寡时间会当互咱来运用的。伊特别讲到一个时间，迄个时阵我就开始用。甲当有时啊嘛，共款咧照用，就是甲我讲，当你咧便所的时阵，你坐伫遐，你就使看你的册，将你想要看的册甲看好了。但是嘛，毋通坐伤久，因为生痔疮。那你来看，当咱咧安排，咱一礼拜的工作了后，咱一礼拜要进行的代志，其实咱有侪时间，咱还阁有一个弹性伫咧。所以，当咱定了这个计划了后，咱就要确实来落实来行。伫世间上嘛有真侪册，
也是工具，比如讲咱即把手机内面，拢有行事历，会当帮助咱去记录遮个咱要做的代志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每一个人拢啊，朋友，咱有一个好的爱保守时间的好的习惯。比如讲，莫过度浪费伫看电视，也是上网，也是看其他的册，也是聊天顶面。毋是讲遮个代志无好，咱莫过度。伫昨暗拜六的礼拜，我问青年讲：恁透早一起床，就甲你的手机啊摕起来，就开始看 Facebook 的，请举手。结果哇，袂少囡仔拢举手。所以咱来知影伊的优先顺序，到底什么代志咱应该做，什么代志咱莫互伊绑掉的。那你来看，恁若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了后，咱普通时啊要处理的工作，咱嘛会有一个顺序、一个流程出来，咱就会当真，互咱的生活会当真方便，有容易来达成咱的目标。所以当耶稣咧讲，我的时间也未到的时阵，其实伊嘛真侪摆讲时到啦。特别伊甲伊的学生讲，恁着趁着你时的时阵，咱来做迄个车瓦来应该做工，因为当暗时到的时阵，就无人会当做工啊。这是要提醒咱，咱应当将上帝工放伫大心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咱要知影耶稣互咱有一个学习的模范。伊咧讲伊对时间的判断，甲咱人所看的是无共款的。当迄个时阵，伊的门徒甲耶稣讲，收割的时间到啊，要到啊，还佫有4个月遐尼久。但是主耶稣却甲因讲，恁夜捌看田内面所有一切，庄稼已经熟啊，应该会当收啊。要甲咱讲的是，伫咱现在咱所每一个人，咱的时间的管理内面，咱拢感觉咱有足侪时间，咱无代志无法度做。特别是咧传福音的事的顶面，所以咱爱知影，上帝爱咱去看，尤其拄则一开始，我咧问大家问题：到底咱什么时阵要为着咱的亲人祈祷？到底咱什么时阵要因来传扬主的福音？咱什么时阵要带因进入到上帝应允的内面？什么时阵要互因参与伫教会的生活、团契的生活内面？那来看，耶稣嘛是咱学习来爱惜光阴的榜样，所以咱来学习做一个好的时间的管家。所以咱明白主的旨意，咱就爱来操练这个主要安怎来明白主的旨意。保罗其实伊知影主的旨意是要若爱伊去马其顿，伊就袂走去另外一位。主耶稣若伊的旨意是爱咱每一个人去到地极，所以保罗伫迄个时阵，伊就来讲，我一定爱去罗马。所以咱来看，保罗搁一届咧甲咱讲，咱爱将咱的身躯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查验到上帝迄个好甲顺传，会当欢喜的旨意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爱知影。咱上帝予咱的时间，咱来家己献上，互上帝来使用，咱就当明白了解上帝的心意。保罗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嘛顺探着上帝的旨意。伊一生，咱看起来，敢若拢无浪费时间。你会睇看保罗伫迄段时间，伊写了遮侪批信，伊行了300传道的旅程。咱想看觅，伊一生无浪费，所以伊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当伊要离世的时阵，伊提摩太安尼见证讲，迄个美好的征战，我已经征战过啊，应走的路我嘛走过啊，应该所守的道理我嘛拢遵守啊。所以伊明白上帝旨意，伊无浪费时间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都应该伫每一个时间都爱来祈祷。
当咱伫祈祷中间，咱就法度明白上帝旨意。咱嘛爱透过每一天的读经，互上帝旨意会当照着咱所读的来显明。所以咱嘛需要对咱外在的环境来有敏感度。咱才知影讲，上帝要安怎引带咱行头前的路站。那安尼，咱就法度做好时间的好的管家。安尼看起来，咱管理时间，毋那是为着家己得到好处，其实是要为着别人，互人去认捌上帝，互人去了解上帝的掌权。咱每一个人，尤其咱即马若有咧上班的，也是头家，也是咱过去，咱都会讲，咱做无用的，无用敢是真正的吗？有时啊，无用是真做咱的借口。所以，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来斟酌看咱所行的是怎样，爱斟酌看咱咧行的每一天所行的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爱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机会，因为咱毋通怣怣，着爱明白主的旨意。所以，咱爱逃避即个真无用的借口的陷阱甲罪恶。咱就爱受安息，这个安息是咱一定爱受的，毋那是主日来受安息。其实，伫咱每一天，咱都要有一个时间安息伫主的面前，互主的话充满着咱。因此，这个安息的时间，咱应该爱摆伫第一位，互主来掌权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神学家。伊有讲，伫伊的记载内面，伊有讲，我若要服侍1点钟、2点钟，我就来到主的面前祈祷1点钟、2点钟，代表着伊知影上帝掌权伫伊的性命甲伊的服侍内面。那呢，咱来为着遮真正看起来，也是真正伫伊的生活中真无用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祈祷上帝赏赐时间的管理的文书伫因的身躯顶，伫即礼拜周报的第9页内面，有咱即礼拜的灵修的经文，每一天拢有一个默想，要互咱来学习的，要互咱知影安怎来管理日子，要互咱知影安怎来尊重时间甲生命的主权，要安怎互咱知影体会着上帝的时间。要安怎，互咱会当爱惜这个时间，以及为什么要来做爱惜时间这个？而且伫经传道书第3章讲，爱伫对的时间做对的代志。传道书第3章，咱拢真实，伊讲天下万般拢有伊的期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。无论是咱欢喜、快乐、忧伤、痛苦。这拢是上帝所定定的时，所以咱爱去接纳这个时，咱才有法明白了解，伫咱的身躯顶，上帝所要爱咱学习伊放落的这个稳定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有2个问题，会当互咱伫未来的日子，咱不断咧思考。第一是，咱通常伫什么代志顶面，咱浪费时间，互咱做一个自我的检查。第二，咱要安怎将时间做好一个真好的管理，成做一个好的管家。这拢是要互咱伫未来日子，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。愿主会当帮助咱每一个人做一个好的管家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你不断来引带阮。这是阮人有阮家己的软弱，阮常常袂记得，阮要家己掌权，袂记得上帝你才是掌权万米的主宰。愿主互阮当明白，主你所赏赐的这个时间，是爱阮去学习来管理，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，来传扬你的福音。互阮每一天拢会当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人来分享上帝你这救赎，伫以及伫有阮每一个人身躯顶的见证。愿主来荣耀
的荣耀会当降临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，互阮所做的会当来利益着别人。这是我们用助力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，无抵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